蔡康永的情商課3，你願意，人生就會值得。第4部分，跟自己，一切好艱難。第5課，別人是很煩，但沒有別人是絕對不行的。因為要合作，我哋就必須喺在意別人對我哋嘅睇法。畢竟唔係蜥蜴或者鯊魚，自己打獵去食飽就得哦。喺動物嘅世界裏面，其他動物冇咁重要，因為動物唔在乎故事。動物既唔講故事，亦都唔聽故事。動物唔理過去，亦都唔管未來，只係理而家。冇過去同冇未來，咁就冇故事。既然唔去作古仔，唔講古仔，亦都唔聽古仔，咁樣別人就唔重要啦。別人就係嚟講故事俾你聽，同埋聽你講故事嘅。咁樣就係點解我哋一世會花咁多心力喺度打理其他人同我哋嘅關係。康永，我爸爸媽媽反對我辭職啊，亦都反對我開鋪頭。佢係一個報道天氣嘅新聞報道員，每一日都提醒大家出門可能要帶遮，或者應該唔使帶遮。都報咗10年噶啦，佢覺得播10年天氣已經好夠啦，天氣亦都唔會再優待佢，曬嘅一樣會曬黑，淋雨一樣會感冒。佢想辭職去開鋪頭，但係首先就遭遇到爸爸媽媽嘅反對啦。你嘅鋪頭，你想買啲咩啊？我中意靚嘅指甲，我想開一間美甲店啊。佢伸出佢簽嘅實紙俾我睇，每一片指甲都好靚噶。你開店嘅錢係咪你爸爸媽媽出啊？唔係啊，你爸爸媽媽會唔會去你嘅店嗰度做美甲？都唔會啫。咁點解你要得到爹哋媽咪嘅支持啊？因為要合作，才需要在意別人的看法。我哋動不動就想要爸爸媽媽嘅支持、伴侶嘅支持、孩子嘅支持，其實我哋唔需要噶。如果係開店，我哋只需要客人嘅支持，咁就可以開店噶啦。爸爸媽媽、伴侶、孩子、客人都係別人，自己以外嘅就係別人。我哋一世裏面無比在意別人，就算根本唔相干嘅人，我哋亦都會好在意。貼一張相喺 IG 上面，有10個朋友俾讚，另外只有1個陌生人話張相好醜樣，你就立即失去好心情，想搵人鬧交。我哋點解要咁在意別人，即使係唔相干嘅陌生人呢？歷史學家哈拉瑞喺人類大歷史裏面講過，同動物唔一樣，人類會諗辦法合作，唔同嘅工匠合作就會做出汽車，唔同嘅國家合作就會形成咗貿易。因為要合作，我哋就必須在意別人對我哋嘅睇法。畢竟唔係蜥蜴或者鯊魚，自己一個人打獵食飽就得。一旦想合作，就需要別人。一切都只是程度的差別。搞清楚別人能夠有幾大程度影響到我哋先至可以將別人分出輕重緩急。分出輕重緩急係追求效率嘅第一步。要相處嘅人分出輕重緩急，要做嘅事分出輕重緩急。一切都唔係要或者唔要，有或者冇，一切都只係程度嘅差別。而程度係點樣拿捏嘅呢？咁就要區分輕重緩急啦。唔係我要人際關係或者我唔要人際關係，而係我只要最前嘅1/5重要嘅人際關係。程度嘅唔同，冇辦法大刀一揮一劈為二。程度嘅差異，好似雪片累積或者消退，好似水滴嘅增減，就係人生嘅變化。情商裏面好似水滴咁樣一步一步嚟，就係加加減減，移動界線，拿捏輕重。